呢係15週年。多年嚟，全賴基金各成員同埋大學同仁嘅努力，基金規模持續增長，會員人數與日俱增。截至10月中，基金會員人數咧喺成立時係131人，遞增至而家咧係差唔多950人，增幅咧係600幾個%。而歷年累積籌得嘅款項咧係超過港幣52億元，當中咧係包括43億6900多萬嘅捐款，同埋8億3500多萬嘅盈捐，成績咧係相當唔錯嘅。歡迎大家嚟到香港浸會大學基金15週年致慶嘅晚宴。今年2004年呢，亦都係我哋浸會大學正名為大學嘅30週年致慶，亦都係我哋基金會成立15年啦，好係雙喜臨門。我哋學校嘅同學同校友加埋巴黎奧運同埋殘奧呢，係總共攞咗3金1銀嘅。咁學校呢，其實喺巴黎奧運嘅期間呢，係做咗一個專題嘅研討會。咁啊喺藝術科技呢，賽馬會個創意嘅中心喺石硤尾嗰度嘅 OK。咁我哋咧就成立咗叫做 Chrysalis 藝術科技嘅轉化中心，希望浸大同埋香港浸會大學基金咧，日後可以繼續得到你哋嘅支持，協助大學創造更加多人嘅成績。